你以為旺角鋪位仲只係靠金鋪、藥房同化妝品店支撐？近期旺角鋪位生態已經出現明顯轉變，一線街嘅傳統零售店擴張減慢，相反租金較相宜嘅二線街出現一浪又一浪嘅特色餐飲店開業，例如打卡甜品店同手工啤酒吧。呢類商戶賣嘅係社交體驗，毛利率同人均消費較高，承租能力穩定。佢哋唔依賴一線地段，即使二線街都可以靠社交媒體吸引顧客。同時旺角租金由高位回落，黑布街、染布房街及洗衣街等正處於轉型期，投資者可以用較低成本入市，持有具品牌概念嘅租客。總括嚟講，市場正進行結構調整，值得用新角度評估鋪位價值。例如近期喺洗衣街同染布房街就有兩個值得留意嘅鋪位。洗衣街115號 Ice Cream 冰舍主打創意麻薯刨冰及手工炒冰，繼銅鑼灣店後新落戶洗衣街，日系裝修船即成為社交媒體打卡熱點，即使非一線地段仍吸引大量年輕客群。染布房街16號 The Madhouse Tap Room 提供約20款世界各地啤酒，每2至3日更換酒單。工業風裝潢配合小食，同街亦多間同類酒吧，形成群聚效應，係二線街轉型中值得留意嘅租客類型。有興趣洽購以上兩個鋪位，歡迎聯絡我哋。